主为你为恩典之路，主为我们准备。阿们，主为我们准备。阿们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2年前就已经安排了，2年前哦，为今天啊，我们以后看到今天的讲道跟经文，就会很惊讶、跟惊吓、跟敬畏我们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会读这一段经文，所以这位神是超越时空，他了解我们过去、现在跟未来的主哦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经文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期摘要呢，我简单来讲一下。撒母耳记下其实就在讲大卫终于登基了。而登基之后呢，他的家庭的纠纷从他眼睛看了不应该看，看第2眼，第1眼看到人家美女，而且是已经他的将领的太太，然后他去侵犯人家 ，Me too， 那时候就有了。然后他一错再错，甚至把人家妇人的先生，他的将领都想办法把他除掉。我们以为就没有罪、没有事了吗？如果神爱我们，一定有事。他一定让我们知道知罪，所以他也悔罪，所以他写了诗篇51篇悔罪诗。悔罪之后呢，其实那个罪会一直，如果你没有更新，就一直坐在你的生命跟你的家庭里面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，其实他最爱的儿子押沙龙啊，他最爱的儿子竟然跟他其他的儿子有一些纠纷，也是什么事件 ？Me too 的暗嫩的事件，以至于这整个家庭乱成一堆。然后押沙龙心里怀恨在心，起义要把他的爸爸怎么样？哎呦，对，世人是这样讲，但我们说他要篡位，神不允许，因为神早就跟大卫有什么约定？4个字很有名的大卫之约。神出手了，因为这押沙龙他最引以为傲的什么？哎呀，头发长有什么坏处啊？其实过去现在也一样哦。我们曾经有过事件，头发太长，骑摩托车过去，结果被公车绞到后视镜，然后公车开走，他整个怎样？我连想都不敢想。其实押沙龙也是这样的哦，他是骑着驴子，然后怎样？头被这个树林给捆住了，然后他骑的这个骡子跑掉，然后他就掉在那上面，最后他也死掉。而死掉之后呢，哇，大家就要谁再回来啊？本来大卫因为他儿子篡位，然后他逃命他儿子来追杀他是逃命这个时候他儿子死了，押沙龙死了之后，大家就拥护他。哎呦，情势不刚啊，对不？这个时候谁当位了？大家拥护谁？赶快回来！大卫王，你快回来呀！你快回来呀！大家记得吗？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经文其实呢，大卫的前面那个王叫做什么？2个字什么王？对，扫罗王。今天有扫罗王他的后代，我们看到他叫做示每。当大卫被他儿子追杀逃亡的时候，这个示每远远在那个山的山头，甚至要拿石头要打他，然后怎样侮辱他。此时此刻呢，哇，他站不到边啦，是不是这样讲？他以为他所拥护他家这个拥护的押沙龙会得位，会篡位成功，没想到竟然死于莫名其妙的原因。这不是出于神的手，出于谁的手？然后呢？哇塞呀！他原来咒骂的大卫王，现在又回来当王了。请问示每他要怎么样？要不要识相一点？这个叫做见什么？哎呦，你们都懂见风要怎样转舵？我们要活下去。讲另外一个人，有人讲说：“哎呀，牧师你别讲这样，应该要讲见机嘛对，是吗？嘛对啦哈。
这个跟什么有关？今天我们要讲的局，格局是怎么样？我们买了这个房子，是人家已经预售屋，格局都定好的。那如果觉得这个格局不好，不符合我，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格局是这样吗？原来我们买的时候是这样吗？不是哦。但我们因着我们的需要，这个格局整个怎样打掉？格局整个打掉，重新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每一个人的格局，真的对他影响很大的哦。这个格局影响着你的方向。如果我们方向对了，我们的结局会怎样？就对了。不管你快或慢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格局比什么更重要？比速度更重要，对吧？你速度好，再怎么快，但你格局错了，方向错了，你跑再快，只有你错更偏嘛，你错更多嘛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警醒，因为我们人很软弱，常常警醒我们的格局到底对不对？我们的格局要对向谁？我们刚刚读的主祷文，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，是要祷告那3愿比较重要啊。愿你的名为圣，我这个人是不合你的，我愿意调整，我也要成为那圣民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。我愿主你的国降临，其实主的国已经降临。我们都是一个身份，我们都双国籍，阿妹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不必说那个国籍我要取消掉，跟一个什么副总统一样，对不对？不需要，来不及取消，没有，我们有上帝国的国局，对吗？我们就要活出上帝国格局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旨意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调整。是美，它见机行事，其实人伊嘛有在调整呢，对嘛？见机行事也是一种调整，不是吗？但调到哪里？调向的方向是合神心意的吗？还是调向我自己个人的小格小局呢？那么我们就要决定我们的结局哦。我们要一起来看，我来读双，然后大家来读单数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同时，巴户琳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也急忙到约旦河去迎接大卫王。他们渡河去护送王的家眷过河，并且遵照王的意思做各样的事。当王要过河的时候，示每俯伏在他面前，说：“陛下，求你饶恕我在你离开耶路撒冷时所犯悖逆的罪。求你不要因此加罪于我，也不要再记住那件事。”王啊！我知道我有罪，所以今天在北部之族中，我是第一个来迎接王的。但是大卫对亚比筛和他哥哥约押说：“洗鲁雅的儿子，谁征求你们的意见呢？你们要给我找麻烦吗？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，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王会被处死的。”王对示每说：“我保证你不被处死。”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来迎接王。自从王离开耶路撒冷，一直到现在胜利回来，他没有洗过脚，修过胡须，也没有洗过衣服。米非波设从耶路撒冷来见王的时候，王问他：“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出走呢？”米非波设回答：“陛下，你知道我是残废的人，我曾吩咐我的仆人洗巴预备驴，好骑着驴跟陛下去，但是他出卖了我。他向陛下制造谎言诬告我，但陛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，所以只照陛下的意思做。”
所有我父家的人原都应该被处死，但陛下加恩，使我能在王的餐桌上吃饭。我还有什么权利再要求陛下施恩给我呢？他说：“你何必再提这些事呢？我已经决定，你可以跟喜巴分享扫罗的财产。”米非波设说：“把一切财产都给喜巴吧，陛下平安回宫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。”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格局，决定他这个人一生他要唱什么歌，一生决定他这个人的音调，一生他的歌曲是悲歌，还是凯旋之歌，还是他的歌是一首愿意让主来带领的歌。那个就攸关这个人，你是不是神所拣选？你愿不愿意顺服神？我想大家这几天都这个剧很有名啊哈，因为这个剧里面演的这个候选人呢，好像在真实的世界也上演了，是吗？好，但是它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大家会心有戚戚焉，就是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总是有人讲这句话说：“大局为重啊，大局为念啊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过这种大局为念被说过吗？有想过吗？有没有被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要以大局为念啊？”音乐牧师很多的朋友陪伴到年老，到最后人生的时刻，他总是很懊悔、遗憾。我呢，就是以别人的大局为念，以致我今天我懊悔，我已经来不及了。而我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在权力的说：“我很抱歉，我总是以大局为念，来让别人屈服于我，我压迫别人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我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我竟然让自己成为那恶者。”也就是主导文所说的，音乐牧师有提醒大家，不让我遇见试探，那种有两个，不要让我成为别人所欺负的，我也不要成为我去欺负别人的。我们常用情绪勒索，还有大局为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局哪一个局？因为我们今天来认识上帝历史的大局的计划，我们的局跟神的局有没有要来对准？因为我们的定位很重要，人生嗨啊，没有几年，而我们这个定局，我们这个定位就重要哦，因为我们定了这个格局，会影响我们的结局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定位自己？而我们这个是人设的局的话，是大局吗？人说的是算大局吗？我们今天会看到是美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经文，他不断的在改变他的局，局势改变他的局也改，哇，这个有点，我们在跟他讲，我们事实上其实在动乱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，但我们不怕破局，打破自己的局，让我们迎合神的局。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有一位蔡角景医师，他人生的局听他爸爸妈妈的话，大局为念。女生第一志愿，男生也一样啊。第一志愿一定大学要考什么？医学院、医学系。这个局定的，真的吗？能不能改这个局？能不能打破？能够破局吗？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蔡医师怎么样来分享他的生命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来欢迎蔡医师。大家好。好。你们叫我饺子就可以了。OK， PPT 好，我是从茂林来的，这边好像有姐妹是从茂林来的，对吗 ？OK， 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讲的可能是这个姐妹有点熟悉的故事。还没有出来哦。好，那我有一个我的 PPT 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哦，我很开心有机会来这边分享了几场。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在座各位，你们相信神现在就在这里吗？阿们，相信。那我们应该是
世界上最会处理爱跟关系的人，对吗？哎，声音都不见了，因为神教我们爱神爱人，对吗？对。如果你跟神关系很好，我们因为神太爱我们了，我们应该要爱更多人，把爱照顾好。那在我们家本来不是。好，那因为投影片没有出来，我曾经是一个小儿科医师。那10年前，我几乎是领受了神的呼召，让我呢回头去回归家庭。那这一回归家庭之后呢，我发现我看到台湾庞大的需要，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家庭教育的工作者。我看到台湾有很多家庭在受苦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直接跟各位互动。大家觉得自己的家里面哦，自己的家里面幸福美满，就是我的家庭真可爱。哦，来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好意思，是17号的哈，这是昨天的课。好，你觉得你自己是幸福的家庭，0到10分，好，那你们不用作答哦，我数到3，你就胸前，觉得超幸福的型人，那还可以的写5，好，1、2、3，请在胸前作答。哦，这个是满分吗？哦，好赞，好看到了，我有看到3分的，哎，2分的。5分的，好，谁要我们爱神爱人？我们应该最会处理关系的。那我们有没有哪边不太对劲？这是我的看见。谁要我们呢？生命彼此陪伴生命，而且活得更丰盛。哦，终于出来了，好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那我就是那个，我相信神，所以我会踩下去看神给我什么样的甘地，创造什么样的神迹的踩脚石。哦，好来，谁来晚餐？然后有一集是我们家的故事，它大标写得很好，辞掉一生，妈你亏大了，这是世界的声音。可能就像牧师讲的，这是人说的歌曲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来，这是我的名字。我现在是今天我退下来，带着3个小孩，我就是要告诉他们，我愿意用生命跟时间去陪伴他们。这是我先生的名字。我们在茂林是有机小的。3点多起来搬，然后再去睡。做农就是这样子啊，又不是只有我辛苦。不用按照老师叫我看什么书，我就看什么书。我觉得老师的书好无聊。然后我们1个礼拜要台南茂林定好，兼顾自学，还有兼顾农务。杨一鸣。茂林。好了，爸爸要回去了。最有名的那个桥。我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离职，然后就待在家里面了。做了不一样的选择。好，这是茂林。我相信那个只要去过茂林的，这个是很明显的地标。那我们还蛮好找的，因为那边都是原住民。那我们是唯一一户呢种番茄的平地人，所以柠檬沟啊，那个番茄老板到底对？哎，你的一啊，对不起，你的一中间那里给你们看哈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们。这个是公共电视给我们的全家福。这是张文亮教授，他是我们的座上宾。那旁边最左边的那个是我的母亲，孩子的外婆。好来，我再回来一下。我因为要讲今天的分享，等一下，跳吗？好，我跳过，对不起，我跳不回去。等一下哈，我把荧幕稍微停在这里。这个田在中间。那你们如果有去看过的影片，你会发现，只有我们一家5口跟外婆。可是，相距不到500公尺的地方，有我的夫家，我会看他们在哪里，但是他们有路径，不相往来。他们从阿祖的时候就已经是基督徒，我是第1代。然后每次呢，我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我都跟神呼喊，神用很另类的方式把我呼召了，也让我回归家庭。我就跟神讲，奇怪呢，我为什么过去那边我都进不去？我先生也不去，我先生跟他爸爸是隔绝的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。那我就跟神呼喊，我说：神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呢你是捍卫家庭的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渴望，我就跟神说：神，我是这一家的媳妇，我要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回来。我每次从我公公家前面经过，我都讲1次。我甚至于为这个家庭里面出现的所有得罪神、不蒙神悦纳的关系认罪悔改，这是我做的事情。
我常在那边流泪。就在那500公尺的地方，我们是进不去。可是呢，神有神的方法。好，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哈。这个有空大家去谁来网站看哈。我从医院出来之后，神让我委身在生命陪伴生命。我发现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这是以前的我在斯里兰卡，他让我做了很多事情。我成为教育部认证的家庭教育成员，那也是大学的讲师，然后做在家教育，然后呢又变成小农、有机农夫，又变成舞者，最后呢那2行才是我曾经以为我会做到退休一辈子的工作。而我现在1个礼拜只花4个小时在那上面，让大家看一看，一个妈妈回归家庭，带着3个小孩做自学，结果神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就出现一大排的斜杠，而且每个都是一个专业。那我坦白讲，不是因为我很厉害，是因为神一路都在拆开天使天军，搬动万有来成全我。不然你看，一个月15万不拿，你有多少钱去追求这些斜杠？那人就会讲你太叛逆。这个妈妈的自学要把小孩子带去当乞丐，这就是我听到的声音。但是我的信仰告诉我，神其实是这么说的，神是带下祝福的神。那他也医治我的自己免疫疾病，也让我去照顾更多呢危机怀孕的孩子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，我透过学习，我把这个图放在这里，我不晓得各位的画面在哪里。罪恶会让我们往哪边走？哦，你们应该是那边，对不对？这边。可是谁要我们往哪边走？神的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家觉得我们家里面的画面大概都在哪一个地方？那你们不用给我答案，我是在做家庭教育的，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跟各位说，台湾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家庭教育法的国家。那台湾已经有这个教育法20年了，虽然你们可能没听过，可是根据我的学习，根据我的分享，所有家庭里面的大小爆炸，透过学习都可以回到这边。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各位的。即便有人拼命的想要把你拉过来这边，你都可以知道有什么好的 SOP 让你自己留在这里更久。好，那我刚刚给各位看到那个画面，因为另外那个500公尺那个家有不蒙神酝酿的两性关系。我婆婆90岁，今年还在，可是他们彼此不相往来几10年了。那你如果是我，你会说啊，家庭就是这样，即便是基督徒也一样啦，没辙。可是我是一个做教育的，我的学习到底能不能practical，到底能不能用在我的生命当中呢？所以我要去做。好，那来等一下，所以我就去求智慧咯。所以呢，没关系，跑回去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我要停止。来，帮我跳下一张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来停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我把握每个冲突。今年的5月，我正好呢，因为我公公的血糖很高，我要跑去看他，就接了一个大账单，我的学习就用在那个大账单里面。我明知道我公公有一个情感非常依赖的外面的人，那我们到底要隔绝他，让他不在这个家庭里面，还是让所有的关系回来？那我跟各位讲，我的学习就是要把所有的关系救回来，我要和好、和解、修复，所以我就去跟我公公来一个很长的对谈。那这个对谈以后呢，开启了我们家的所有的，可以下一张吗？好，这个是送给各位的。只要家里的大小事，你们想要有突破、有改变，都是有方法的。所以不管是主动的，或是被动的回应，都是为了要止血、疗伤、修复、和好，甚至于加分。那台湾有一个家庭教育法，这个家庭教育法是基督徒催生出来的。那因为这个家庭教育法，全台湾都有这个资源，可以陪大家去处理家里的大小事。那这大小事呢，在神的眼光里面是有解的，而且方法就在我们的真理里面。好，那来下一张。
先生。5月份呢，我拍了一下我公公呢卧在那边，那有一个人不在，他被晾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把照片拍给我先生看，我说93岁的爸爸，他一个人在那里，血糖1000多，你确定你还要跟他隔绝吗？那我觉得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。我把照片给我先生看了以后，我不晓得他有什么感动。2个礼拜之后，我先生就找个空带着我回去看他爸爸。以前我跟我先生讲说，回去看看爸爸吧，没有多少人好命到呢，93岁跟62岁还有机会和解的，你要活得够久，对吗？我就跟他讲说，要不要回去看看爸爸？以前他是会爆炸，那是我们不能碰触的地雷。可是那一天5月底，他就回去看了他爸爸。他看了他爸爸以后，他就坐下来跟他促膝长谈，然后从此以后，他们父子2个就彼此用生命陪伴生命。来，帮我看下一张。我们在7月底就出现全家大聚餐，你很难想象一个隔绝不冷不热的家庭，隔绝了几10年。我先生跟他爸爸隔绝了快10年，结果7月29号这个大聚餐，甚至于来再下一张，这是我们茂林的家。我公公现在已经失能了，可是我先生就在那个车子前面，那个就是我先生，随时在侧，朗塞朗去。这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，是圣灵在当中动工。我不停地对这个地方祷告说：神啊，这是你的家，我要所有的关系回来。我把我的祷告交给你，我相信我把我的那一份做到100%，你就会帮我把所有的事情完成。这是我们家的见证。我相信这件事情还在发生。我把时间交给牧师。好啊，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谢谢。哇，好感人，这就是一个见证，这就是我们主祷文所说的，是吧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我们才会称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因为我们一家人，不管这个家人里面的人怎么了，我们以蔡医师他的公公为例的话，我很感动，他是第1代基督徒。他刚刚在第1场台语说什么？因安第4代，我怎么变台语哈？他先生第4代基督徒，什么人性的恶的事情他都看过。他第1代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迦南教会，我们都称为这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所以我们是一个什么大家庭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，请好好的讲，不要变成彼此相害。即便我们的大家长像我们蔡医师的公公做错了事，我们都不会说这个父亲我不要了。让我很感动，一个第1代的基督徒怎么样挽回，怎么样子恢复彼此对话的关系。蔡医师说，幸福的家庭，英业牧师要说，亲爱的大家，我们这个大家庭，我比较希望是我们是个活力的家庭。幸福跟活力差在哪里？活力就是刚才那2个图画，一个什么样争吵的，一个是什么坐下来用心来谈。家庭里绝对有很多的冲突，冲突不要怕，因为冲突是我们人跟人家庭当中那个限制里面突破的点。阿们吗？我们怎么从冲突当中走向和好，走向饶恕，走向彼此能够相爱？即便一开始会觉得彼此要相害，是因为有正当的原因，觉得我是对的，我是对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局要是哪一个局，这是重要的。我想今天神透过他的话语，要让我们重新来以大局为重。谁的局？当然是上帝的局。我这个好像不太能动，是没有电吗？还是可以让我看一下？还是在我们的情绪是被勒索的呢？还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在历史当中，神的计划里，我们的定位是在哪里呢？那帮我按好吗 ？OK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也是在大卫之约，
在神的国度里面有12个支派里面，而今天竟然是因为家庭的纠纷，因为家庭当中而彼此相害，然后大卫王本来神所高立的，结果被追杀。当然神的手不会放啊，神因为慈神爱所，绝对会一步一步的带领。而这个人呢，其实是扫罗的后代。我们看到他其实是记载在民数记，很清楚知道他归属的是属于谁的。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，我们看到当大卫被追杀落难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扫罗的亲属啊，这个叫做示每就出来了见大卫，一面走一面骂，对着这个大卫跟他臣仆丢石头，用石头也想要砍他，大骂咒骂他说：“滚！你这个杀人的这个凶手，滚开！你抢了扫罗的王国，现在上主要你杀戮扫罗的家族，惩罚你，因为你把扫罗给除去，要惩罚你。其实扫罗是因为大卫杀死他的吗？是吗？冤枉哦！当然不是嘛。所以请问这是假消息吗？对嘛？不分黑白是吗？但他怪罪于他。而上主，你已经把这王国给你的儿子押沙龙了，你这个凶手，你遭殃了。哎呀，我们每次讲的话的时候要小心啊，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，是这样吗？要问问这位神哦，要问问这位神，因为神会跟你算账的。如果不是在这个此事算账，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就会算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，终于呢，这个押沙龙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他死之后，大卫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这个示每他要不要转向？当然要，因为他想要活下去，人就是想要活下去呀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请你饶我，我做错事了。”但是在大卫的身边的这个大将说：“这个一定要把他杀了啊！”他说：“怎样子？”他说：“这不关你们的事，我自己儿子都要杀我，便雅悯人的行为有什么好奇怪？这是上主，就由他吧。”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又说怎样？陛下，求你饶恕我在你离开耶路撒冷所犯的错，求你不要将这个罪加在我身上，我是第一个来迎接你的。示每这样说。亲爱的弟兄姐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啊，示每的心，这个时候有没有真正悔改？有没有悔改呢？还是情势改变了？我要求饶恕呢？说求你饶恕我，你离开的时候，我怎么背逆你？我怎么得罪你？我今天是第一个来迎接你的，求你饶恕我。大卫有没有饶恕他？我们等一下会看。接下来呢，另外一个也是扫罗的这个家人米非波设啊，他是扫罗的什么孙子？然后他也来了，他也来接，因为当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出现，但是他的仆人竟然洗巴出现。那个时候大卫就问他：“你的主人呢？米非波设不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呢？他在哪里呢？”洗巴，米非波设的仆人，他讲什么？红色的字，我们来看，来，请。他留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想现在以色列人会重新把他祖父扫罗的王我归还给他。请问这是假消息还是真消息？我们怎么分辨呢？真假消息其实很难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做错决定，听错了，解读错了，这其实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家庭里，我们一家人当中总是会有纷纷扰。应验牧师说，我比较喜欢说，家庭是活力的家庭，吵闹没关系，冲突没关系，那是突破点，突破彼此生命，更认识神，那是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家庭有假消息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，他不会容许假消息一直都在。他是公义，他是慈爱，他是信实，他是全能的。你觉得假消息可以把我们的神扳倒吗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不是不报，是什么？
时候未到。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啊，当这个时候大卫王又回来的时候，米非波设也来迎接他，而且他有证据哦。他说：“自从你离开了耶路撒冷去逃难的时候，没有洗过脚，没有修过胡须，也没有洗过衣服。”他就是很邋遢，来到王面前。王问他什么？问说：“米非波设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出走呢？我去逃难出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出走，跟我一起出走呢？”米非波设他回答说什么？陛下，你知道我是残废的人，因为他小时候也是逃难的时候掉在地上，然后脚残废。我曾吩咐我的仆人洗巴预备驴，但是他出卖了我。所以请问，到底洗巴讲的对，还是米非波设讲的对？哪一个是假消息？请问我们怎么判断？其实当下是很难判断的哦，很难判断哦。那大卫他怎么说？卖个讲啊啦，不要再讲了。其实这些事我都知道，何必再提这些事呢？神知道，当然神会出手的。遵照王的意思，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生命中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？我们怎么样来做呢？我们要遵照主这一位王，真正王，而不是地上的王，不是家庭当中的可能大家长，但却是我们在上帝国、在上帝家的大家长。如果我们错了，我们可以跟世美一样，俯伏在说：“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”认错不羞耻，羞耻的是我没有错，谁会错？就可惜了。家一样，在家庭当中，我们不怕做错了决定，对不起，我可能态度错了，我可能方式错了，我可能得罪了，没问题。但我们需要在神的这个大局里，我们看到经文就知道，其实他们回来之后，他们其实是想说：“好啊，我应该要秋后算账的大卫王，你应该要的这些以前忤逆你的，应该要给他除掉，不然不什么斩草不除根，怎样？”但是大卫王他有智慧。亲爱的大家，他的智慧不要太快下决定。其实他的智慧是属于正直的，也不一定属于神的。从哪里我们可以知道？他这里讲的很阿萨里，说：“你们不要再给我找麻烦啦，我不要再讲这些了。这个有人认错，好，就不要再记住这件事了。”其实没有真正回到一个家庭的公义，没有说开，很可惜。90岁，感谢主还有机会说开；62岁，有机会跟爸爸和好，活得够久，这是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庭呢？我们这个属神的大家庭呢？神给我们恩典，活得够久，我们有机会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要遵循神的意思。我们不是要征求人王的意思，因为我们征求人王的意思，真的是找麻烦。愿我们可以不要再提，但是那个事实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让公义可以打开，不然我们这个伤口会落狼啊，里面会化脓，只有表面是好。那么难怪蔡医师会说，4代的基督徒的家庭，什么恶事他都在这个家族里看过。因为我们迦南教会今年58年，社教58年，我们有冲突没关系，我们有勇气彼此打开，在神的面前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知错的，我们可以彼此饶恕，而不是盖着欲盖怎么样？这句话大家不太清楚哦。欲盖怎样？
好不好？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再有任何的仇恨。这是神早就定给我们这句话哦。你看这位神多么奇妙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请你们要除掉一切怨恨、暴力，不要再渲染或毁谤，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，正如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。亲爱的大家，当示每来道歉、来抱歉的时候，大卫王说：“啊，不要再提了啦！好，今天哪有人可以死？你不会死在我手上。”请问他有没有饶恕示每？我们如果从列王记上来看，就知道有没有。列王记上记得很清楚。最后他快要死的时候，跟他儿子所罗门说：“怎样？你是很聪明的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把示每做掉。”所以有真的饶恕吗？愿我们彼此饶恕。如果真的没有讲开，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和好的工作，进行饶恕的这个过程。饶恕不会只有说我选择饶恕而已，因为要走更远，不会只有说我选择饶恕而已，而是主啊，在这里我得罪你，真相是什么？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和好，而不会让人只有说基督教你们的家庭啊这么没有爱心。请问一下，一个教会、一个家庭被说这么没有爱心，严不严重？严重。但如果让人家说你们的教会怎么这么没有公义呀？请问哪一个比较严重？爱心还是公义呢？我们的社区一个朋友，他是读法律的，但他很喜欢来我们当中。他每一次参加我们的福音的小组、兴趣小组结束之后，他每次都会跟我私下对话。他星期五打鼓鼓舞完以后，他就会用他法律的眼光又再讲一次。他是我们的银行界里面高知识分子的高级主管，退休下来，他只有讲说：“刘牧师啊，这个什么教都一样啦，都是劝人。”你们同意吗？有一样的善吗？劝人为善是说我做好事，我不分旧理，我不分公义，和这做好代志，做好事。在我们圣经当中，做好事，什么是善？在圣经里面有讲，何为善？行公义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所以第一个阶段一定要什么？公义嘛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，特别我们家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家庭的纠纷都是从什么开始的？不公义开始的。不公平、不公义，特别义，这个义标准在于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借着冲突，我们打开到神面前，我们要行善、行公义，看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公义，愿意坐下来。然后第二个阶段才我们来怜悯，彼此饶恕，谦卑下来。主啊，尊你为大，不是我的标准。与主同行，我们就什么都行。因为我们如果不饶恕，这个讲得非常好，我非常喜欢这个神学家。你如果不饶恕，你就是好像自己吃了毒药，然后你希望别人死啊，最后是谁先死？自己先死嘛，是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饶恕，但我们的饶恕不是要饶恕，要饶恕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你就一直往里面内伤。饶恕是一个过程，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打开彼此，什么是神的公义？好，然后我们来怜悯，我们谦卑下来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从冲突，我们来到了。我们可以和好、饶恕，来到我们可以相爱，彼此能够祝福，这是一个过程。
愿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眼光。你看到的是眼光，这是一个什么？看得清楚这是什么吗？我们人生之歌，如果是往下唱这一首歌，会讲上面醉落去呀，醉落去呀，这零星啦，嗨嗨啦。但我们如果有神的眼光，我们人生之歌，我们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哦。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我们都是家庭里面的一份子。如果我们看到各种的式样，我们只看到说，哎呀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那么我们角度的问题，你永远看不到它背后。如果我们的眼睛往下，我们看不到背后那阳光，那天上的天，日光之上永恒的上帝，永恒的上帝带来爱，但我们带来和好和解，让我们能够合一，我们能够和睦。愿我们的生命之歌是往上看，我们的格局以神的格局为格局，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格局。经历上帝的大举吧，改变我人生之歌。如果我的人生之歌总是唱着我是受害者，我是受害者，那么这个有点辛苦，你就会自我应验。我们唱的这一首人生之歌，或许要唱让主你来，让你的格局成为我的格局。我们可以自己先破局，我们可以自己的格局先打破，重新来建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而这一首回应诗就是一个祝福。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到是往下坠的循环梯吗？从那里掉下去会死人哦。但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看，会看到天上的天，神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请起立。
稣基督你拯救之恩临到惧怕的人，临到心里忧伤，临到走投无路，临到愤愤不平，临到我们的家，临到我们的迦南教会，临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台湾这个地方。因为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你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。你用耶稣基督永不改变的爱，你带下医治、和好、支持跟引导。亲爱的圣灵，你成为保惠师，与我们同去，回到我们的家，回到社会，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回到每一个角落，那里就有光，那里就有爱。因为主你就是爱，你带下平安与喜乐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